好多謝兔奴嘅邀請，我哋一連2日嚟到將軍澳海天俊匯，同大家過咗一個充滿愛嘅復活節。最開心嘅係見到好多老朋友同埋新面孔，有好幾位嘅主人從2019年開始已經帶狗狗嚟用順勢療法，轉眼間佢哋個個都成為咗老人家，最大嗰個成17歲啦。但係感動嘅係佢哋仍然好健康，行得走得食得瞓得，仍然喺度享受緊生活。呢個就係順勢療法嘅魅力，唔係等到病先至醫，而係長期幫毛孩維持生命力，減慢退化，活得更有質素。今次市集亦都識咗好多新嘅毛孩主人，佢哋帶住唔同嘅煩惱嚟揾我哋，有啲係長期皮膚問題，西藥食極都係唔斷尾，過度興奮而出現咳喘，耳炎淚痕反覆發作，有啲就係關節退化，行路開始辛苦，甚至係一啲情緒焦慮，容易激動亂吠。我哋一齊傾過之後，好多主人都開始決定用順勢療法，希望喺療劑幫助之下幫毛孩改善生活質素，減少長期用藥。好多主人都會問，除咗用營養治療嘅方式幫助佢，仲可以做啲咩啊？其實我哋仲可以用古典花療幫助佢哋情緒穩定，改善焦慮、過度興奮行為嘅問題。順勢療法亦都有啲天然嘅預防劑，幫助我哋驅除牛痱、驅蟲、防跳蚤同埋心絲蟲，減少化學藥劑嘅負擔。另外有啲係打完疫苗之後嘅解毒劑，例如係瘋狗針或者係5合1嘅疫苗，都可以透過順勢療法嘅療劑減低疫苗嘅副作用，保護身體。如果你都想知多啲，歡迎 PM 我哋，等我哋傾下點樣幫我哋嘅毛孩活得更健康、更快樂。再次多謝兔奴搞咗今次咁有意義嘅活動，今次嘅活動部分收入撥捐兔奴，幫助被遺棄嘅小動物。大家一齊支持領養，讓愛延續。下次活動再見，拜拜。